尊敬的各位领导、所有评委、老师们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我是来自洛阳的大学科技学院当桑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。除了是科技学院的学生以外，我还是经济学院4级的学生。我的洛阳的名字叫费达斯，我的中国名字叫卢吉达。洛阳的卢，经济的济和台上的台。这里台上是一个中国名山，位于山东省。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让全世界充满爱。首先，爱是什么？爱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。爱是一种爱心，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，爱是协同国家之间友好相处的桥梁。比如说，你们都知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中国妇人叫扎克吗？他们在用无私的爱帮其他国家，特别是非洲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。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。例如，我有一个中国老师，他经常不厌其烦地教我说汉语，他还教了我一个汉语绕口令：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不要知道说不知道，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。你知道不知道？真是一个对学生有爱心、耐心的好老师。这些表示世界越来越充满爱。如果世界的每个人都没有爱，那世界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呢？答案是生活变得一团糟，一切都可能变得很复杂等等。但是如果全世界充满爱，生活就可以很美好。世界像天堂，人们一定是和睦相处的。不但人们需要爱，而且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应该充满爱。不同道路、不同宗教、不同种族、不同语言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地球村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没有战争，没有冲突，人民安居乐业，每个人都是地球村中的一个家庭成员。用爱共克时艰，用爱共谋发展，用爱助我家。中国有51个民族，各民族间文化、生活习性不同，依然不妨碍中国成为一个和谐文明的多民族国家。他们围绕着爱，万众一心，共建美丽的国家。所以，我们所在的世界有爱的天使保佑着。让我们一起说，让全世界充满爱，才是我们的心愿。有爱、和谐、和平，就是洛阳的中国与各国的梦想。有爱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我的演讲结束，谢谢大家。